3、2、1。你好，主赛嘎咕，我是伍思爱。现在开始啦。今天要来分享的这首歌是美感专辑中的第一首歌，我们的开场曲。哒哒哒，说走就走。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就是很适合开车啊、露营啊、旅游的时候必听的歌单呢？来，请列入你的必听清单。那这首歌呢，其实在写的时候，就是有在想说啊，要找谁来唱？而歌词里面有提到，我们一家都是人，啊，不对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所以当然要邀请我的一家人来一起来演唱。那这次也很开心，可以跟弟弟们嘎造还有拿莫能够一起来合作。我们在录音的时候，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句是：这条路开得很慢，只希望你在一起唱。这条路开得很慢，只希望你在一起唱。然后这句呢，就是让我们的拿莫担当。光是这一句，我们其实试了很多种讲的方式。你知道讲话很特别，是你讲出什么样的情绪，它可能就会有不同的那种氛围。例如说，这条路开得很慢，只希望你在。这种比较悲的，那个时候我记得跟阿良一起在听，然后还有 Ethan 一起在听的时候，我们最后就是有听到拿莫讲中一句，那个感觉就是这对了，然后就整个全部都鸡皮疙瘩，就觉得哦，就是很有 feel。不知道你听了有什么样子的感觉？留着。还是那个前面的叶改成这个。我剪。谁想？好，太快了。好，太快了。昨天凌晨4点半，一个念头闪过，只想冲去秘密海湾。我们开着车，沿途停靠，苏澳依然回到花东，让我忍不住想来关。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怎么可以下面？这条路开得很慢，只希望你在一起唱，张开双手。OK。歌词中呢，我觉得大家应该比较有兴趣跟比较好奇的是，怎么会写这一句呢？就是不要在那边交叉手，要记得把你的嘎麦打开。这是我们的舞蹈，不要在那边交叉手，要记得把你的嘎麦打开。好，我真的必须要解释跟说明一下，就是我们在练传统舞蹈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说哦，我们这边要打开牵，那打开牵就有打开牵的牵法，就像这样。还有另外一种是交叉牵，也有交叉牵的牵法。交叉牵怎么牵？就是还是要把我们的手打开，然后跟旁边的人交叉牵。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在词汇上面可能有一点误解，是交叉牵是以为要自己的手要交叉 ，no， 我们要张开双手，然后跟旁边人的交叉牵，这样子懂了吗？好，今天呢要介绍的阿美语小单字，就是歌词里面有提到的法基法意。那法基法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叔叔阿姨的意思。所以在部落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说法基法意。再一次哦，法基法意，法基法意。对，那歌词里面不是有提到“爱好”？那爱好呢，就是打招呼的意思，就是 it means hi， 有没有？就是歌词里面有提到的。it means hi， 所以它是 hello 打招呼的意思，你好，你好。所以呢，一起念一遍：爱好，爱好，爱好。所以合在一起呢，你到了阿美族的部落里面，就可以跟他们这样打招呼，就是法基法意爱好，然后你就可以介绍你自己，即伍赛嘎姑，即谁谁谁嘎姑，学会了吗 ？OK， 喜欢我的分享，请继续锁定我的频道，别忘了记得。如果喜欢我的本人的话，也记得追踪我的 Facebook 还有 IG。最重要的是，美感专辑，请听10遍。好啦，谢谢，我们下次见。在一起唱，张开双手一起跳，这是我们的舞蹈，不要在那边
交叉手，要记得把你的干麦打开，还要搭配你的脚，一定要往右边跳。马多再给你一杯酒，一定要把它的喝掉。跟我们上去喂哈海，喂哈海到我的部落，我的部落在发达。我的部落在萨达夫，我们一家都是人，不对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们都要一起唱。嘿呀哦哎呦哎呦呀，哦啊嗨呀，哦啊嗨呀，嘿呀哦哎呦哎呦呀，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我们都要一起走。1 2 3 come on。